来学了敬拜咱的主吼，上帝喜乐吼，上帝快乐，上帝活水要食做咱的帮赞吼，来手招啊来！主所收赐的喜乐，正做我快乐；主所收赐的喜乐，正做我快乐；主所收赐的喜乐，正做我快乐；主的喜乐是我的快乐。伊收拾我罪，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收拾我罪，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收拾我罪，我就无搁再吹打。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主所收赐的喜乐正做我快乐，主所收赐的喜乐正做我快乐，主所收赐的喜乐正做我快乐，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伊收拾我罪，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收拾我罪，我就无搁再吹打。伊收拾我罪，我就无搁再吹打。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伊伫破碎的心，我无搁忧伤。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搁一遍来。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快乐，爸爸将荣耀归给咱主哦。喜乐就是啥物？上好的药啊啦吼，甲你的边仔讲，喜乐就是上好的药。喜乐就是上好的药。所以喜乐要医治咱破碎的心，喜乐要直接来帮助咱。会通对上帝话来看见上帝要予咱的望哦。咱来读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2节，做伙来。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敬畏上主，亲心意爱以改名的，这款人真有福气，因会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着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恁。做人啊，着洗恁的手；无定性的人啊，着洁净恁的心。咱要来献上咱的感谢吼，上帝话要帮助咱，互咱会通知认捌伊的主权，伊是掌管万行有，伊是全能的，伊是愿意互咱亲近，甲亲近人。伊要赐予咱有怜悯、有赦免，所以有真多吼，你会当家己去体会吼，咱会当做就是承认，若是咱的过犯吼，咱求上帝来帮助，来邀请伊正义到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权。邀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哦，来做伙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帮助阮会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的喜乐就是阮的快乐。主啊，你医治破碎的心，你的活水，互阮会通日少啊来得到帮助。哦，主啊，阮感谢学了你，阮将一切荣归你，感归于你，愿你的平安所归伫敬畏你的人。感谢主，学了主，互阮会通伫患难中及时正做愿及时帮助。哈利路亚，感谢学了。赞美学了。天父，阮的上帝，阮学了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愿意将一切好物收束敬畏你的人。你互阮有永活的意念，放伫阮的心内，也互阮会当思想，会当伫遮来领受，会通成做你是阮这个世代的稳定的管道。阮伫遮学了敬拜，愿一切荣耀归乎你，愿你的平安所归伫敬畏你的人，因为敬畏的人的后代要得到主你的祝福。阮感谢学了，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
咱恳求主来帮助咱哦，来宣告上帝是咱的吼。是因咧讲啊，上主是我的啦吼，啊嘛是你的吗？哦，咱做伙来宣告来。上主，我的快乐啊，我敬爱你。上主是我的山岩，我的要塞，我的拯救者，是我的上帝，我的招盘，我要倚靠伊。伊是我的盾牌，救我的快乐，我的堡垒。咱要来感谢啥吼？来恳求啥吼？伫咱的全人心灵吼，因为一个苦难来就会来冲击咱的信心啦吼。可能请当工的空调小开一下哦，较翕哦吼。咱恳求上帝来帮助，互咱会通伫遮来经历伊的恩典吼。拜五我咧带这个社区的歌班吼，顶回有讲带因做决志祈祷嘛吼，互因知影讲安怎祈祷，甲上帝赖者吼。拜五我有带因做一个活动了后，有一个姊妹吼，伊就咧分享吼，讲伊放弃钱包吼，伊的钱袋拢找无啦，拢找无。有记得讲来歌班了吼，伫迄个小组的时间，牧师有教因安怎祈祷吼，所以伊就家己祈祷咧吼，来讲都找无即个钱包吼，要办遮个证件，佫作废去啦，求上帝来帮助伊哦。结果讲安怎？讲隔工吼，伫一个合适内底做温饱的所在，安尼互伊找着吼。这是因家己伫见证吼。兄弟姊妹，祈祷就是互咱经历上帝恩典吼。看见吼，咱的兄弟吼，安尼手术带院嘛是吼，今仔讲我就是要来礼拜啦吼。医生叫遐休困，讲我就是要来礼拜吼。感谢主，恳求上帝保守看顾吼。互咱的心灵拢会通得到勇健，灵魂体得到兴盛。伫这几方面，如果咱有需要服侍吼，请你会通徛起来哦吼。也是你手你坐咧手换咧，你无爽快的所在，咱做伙来祈祷，好无？咱做伙来祈祷哦。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长老吼会为你来祝福祈祷来。咱恳求上帝来医治、来帮助、来供应。你要主愿奉你的名来到你受恩的宝座前，伫遮帮助恢复阮伫这个灵魂的精英，伫阮心灵的平安，也伫阮的肉体的医治，互阮知影伫世上患难，主你有平安。愿主你来帮助阮，经历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甲阮三个同在哦。愿主你来听阮的祈祷，也互阮伫这患难苦难的时阵，你教育的快乐，帮助阮会当对付，会通伫遮来赢过遮的试炼，遮的信心的考验。愿主你来受恩祝福。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医治阮的大医生。你人袂话伫上帝，你凡事拢话。主啊，伫阮感觉无可能的时阵，你竟然伸出你的圣手，伫遮来改变，互无的变做有，互失去的拢会通伫遮来得到。愿主你来受恩祝福，互阮心灵会通平安。有主你的喜乐，成做阮医治的荣耀，也互阮伫阮所领受的财政的顶面，会通伫遮成做服侍你的快乐。愿主你来赐阮，互阮所祈求的，你知阮的需要。拄当伫迄个艰难困苦的时阵，你互阮会通学习教育的信心，来赢过阮所拄着的试炼。愿主你来受恩，互阮的心灵拢会通得到恢复，得到医治，得到自由。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咱的主日礼拜来守望来祈祷吼，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读来。我要按你的圣殿跪拜，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我求救的时，你有应我，你有鼓励我，互我得到快乐。这是咱做一个祈祷的人大祷者伊这回应讲，你有应我，你有鼓励我，你有互我得到快乐。
这就是咱伫祈祷要安怎经历吼，上帝来帮咱来医治透病了后，咱嘛会通成做即个一个祝福的管道。伫患难中，咱今仔要透过约伯记的开始吼，咱平常时拢有读吼，拢有读几章安尼速读吼，真快速读了，倒转来好好伫遮来了解讲，圣经亲像啥物？一面镜啦，吼，伫提醒咱，照咱的生命中间有需要安怎去调整吼，咱的信心安怎去面对。咱为着咱个人吼，透过南之声，透过咱每一天的灵修来帮助咱伫上帝的话内底，可能你拄当伫苦难的时阵，这个苦难对你来讲是啥物款的意义咱毋知，总是咱通求问上帝。那为着今仔日有做遮的会啦，中秋的等等咱的医疗团队也伫迄中间伫帮助遮的社区的百姓，互因知影因的身躯的状况，为着因来祝福。咱也为着即礼拜4月开始咱的亲子礼拜有即开始的正式的运作新的礼拜堂遐安怎伫遮，互遮年轻的青年儿童未来安怎伫迄中间来使用咱的灵需要得到自由，所以咱有灵命更新的即个部门伫遮来帮助咱祈祷有需要，咱就通安排伫个人的即个咨商即个讲话啦帮助咱会当伫遮来得到透放有当时一点就想袂开一点就通啦所以求上帝来帮助，互咱每一天透过上帝话，其实你甲上帝话家己安尼领受有当时上帝直接会对你直接来讲话好，咱要做伙起立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也为着牧师在传讲上帝话时，会当按照正义，按照上帝的意思伫遮来传讲因为你要祈祷，会记得教会发电机就是咱圣人的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来。奉主的名来祝福，互阮今日礼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面前。愿阮今日所领受的话语刻掉伫阮的心内，愿阮伫遮的祈求得到你的应允。愿主阮的行动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愿主你来受阮所，互阮即马要领受、要学乐、要敬拜的时刻，你的同在，要带来互阮安慰、医治、扶持互阮的灵魂精英起舞，互阮会当得到透放自由。好胆无惊的来到你身宝座前，伫遮来大大恳求，你就大大祝福。感谢主，俄罗主，正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做伙参加组织敬拜。伫阮俄罗来礼拜的时阵，你的宝座就设立，透过阮俄罗敬拜的诗歌来帮助阮更较认捌上帝你的主权。也愿阮伫迄中间的恳求，得到你神宝座的应允，互阮好胆无惊吓来大大开喙的时阵，阮就看到上帝你施恩所稳定降落伫阮中间，求的就得到，拍门的就为因来开门。愿主来施恩所，今仔日也使用阮透过祈祷，透过阮的听的行动，诚做你互人得到福气的管道。愿阮今仔日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阮也要做伙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同心祈祷讲：愿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对的亲像伫天里。阮的其实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抓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什么款的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的人会当上主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清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詛的人。
上帝要拯救伊，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主啊，我甲我的主要来敬拜你，阿门。阿妹，咱们做伙来敬拜来主。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故意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的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关爱的土地。伊落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统统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我甲我的主，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故意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的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伊对天落雨水，关爱的土地。伊落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统统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关爱的土地。伊落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统统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咱要请兄弟来唱，我甲我的主，我的主。主好使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咱们用宣告的心来向上主来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主。咱请姊妹，我甲我的主，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故意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的敬拜，阿罗做伙来。伊对天落雨水，关爱的土地。伊落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统统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使。咱要搁较大声来唱，我甲我的主，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故意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的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关爱的土地。伊落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款境有，统统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使。无论啥款境有，无论啥款境有，统统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使耶和华。这是咱会当宣告，我甲我的主要好使耶和华，阿妹吗？阿妹。咱们拍婆啊，甲烟光好使烟光，乌罗归乎上帝。大家请坐。主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甲我的主，因为一天甲咱三家伫地。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要拽的手伊来牵，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你为高头伊，
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予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要带的手伊来牵，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依偎交托伊，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予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依偎交托伊，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予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耶稣是全地，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依偎交托伊，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予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咱着全心全意，咱着全心全意我予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咱着全心全意，咱着全心全意我予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感谢主对咱的应允，伊的主爱为陪咱到永远。阿门。耶和华是咱的上帝，咱要时常来学习伊的名，透过读经，透过祈祷，透过学习来延广上主的名。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习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板，是我的眼光，更是予我头也管的主。虽然对着话语攻击我，伫你眼前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
转的线。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摆，是我的眼光，更是我头也管的主。虽然对着为你攻击我，在你脚前我不惊再开。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靠，你同在，我完全的心。虽然对着为你攻击我，在你脚前我不惊再开。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靠，你同在，我完全。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靠，你同在，我完全的心。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靠，你同在，我完全的心。主上帝，你是阮的上帝，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你是阮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你是阮全家的上帝，你是阮公司的上帝，你是台湾的上帝，你是全宇宙的上帝。感谢主，当阮宣告，阮用信心来认阮的信仰。阮知影你是阮所倚靠的，对敌的面前，你为着阮白色炎舍；伫苦难的面前，你互阮教野溃烂。愿主你来时阵，赐福帮咱透过你的话激励阮，互阮伫顺境逆境，伫迄个中间拢会通伫遮来学落你。无论啥物款的境遇。当阮学乐得到快乐，当阮感谢得到稳定。愿主你时阵所引带阮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感受到你的话，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1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请起立来吟全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深深欢喜告主面前，抬头仰望心中面，你上有受救主我所仰，你有安无大王，愿万爱乐万道来临，灿烂更明的欢喜，受造万民亲切无路，当心为人主我做，地在谁里所感应是地定的大欢喜，关山深谷残芽草味，七水冰黄凉风吹，交加心我天下最壮，上主定堂也无双，主你下面主你所感受尊重眼前上，我条性命一路弯道，那海空关水等到，上主的背起都也的是爱最给心无比，冷冷沙。
落温到为的神地落光香漂亮摩天，刷蓝的开刷的心。咱同心来祈祷，创造的主，荣耀的君王，你是奇妙的测试，阿爸说：“爸，上帝，你是耀华阮的主，阮学了你的创造，万物拢照你的命定来运作。你是伟大奇妙的主，是生命中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是美丽世界的创造者。阮感谢你的赏赐，互阮教业的啉食清盈，无一项欠。你的恩典毋通伫教业，阁通伫有春。你的恩，你的福，遍满了我的生活，也丰盛了阮的一生。主耶稣，我主我王，感谢你丰盛的主爱甲忍耐，引领阮回转，你来承认阮所犯有意也是无意的罪。是你的疼帮助阮勇敢来认罪，是你的疼，互阮有信心，通完全信靠你，赢过试炼，靠主得胜。主啊，阮你来求你帮助阮，提醒阮，着爱每日读经祈祷，甲你建立水阁好的关系，来认捌阮是谁，你是谁。透过认捌全知全备的你，在阮伫你创造中的命定甲意义是啥物货，也来学习谦卑、顺服、听人甲听上帝。今仔日，阮领受对你来的恩福，众兄弟姊妹徛伫你的圣殿内，是要来回应、升听阮的助力，你来天然阮的心志，就是要来跟对你、听你。圣灵即时就求你来进入阮的充满，愿意你来天开的心，提醒、引带、教示、安慰、激励阮，互阮甘愿顺服圣灵的感动，行出也讲出荣光上帝利益人的行动。今仔日下晡有中执会会议，阁有青年培训青年的筹备会，阿加贝领袖小组医疗咨询。主，阮拢将这个事，拢仰望你来带领，互你的意念关过人的意念，互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互阮齐心服侍，荣耀上帝。正今日诚心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阿门。救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63，就是为希伯来书11篇来的。启应文第63篇，我来启，恁来应。神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看话就是看到。对神，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伊还在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过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祈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神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过。
对即个神以定世间人的罪，搁根据即个信，伊正做义的继承人。对神阿伯拉罕受掉去伫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犹搁伊有顺探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的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听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献诗，咱要请第5区来献诗，并且伊要献的诗歌是为即块土地完成新祈祷。为这块土地完成新祈祷，愿主的旨意哪敢传递遍众，为这个社区愿减卑困穷，愿主是花苗。互阮国有地球，愿全能去变上帝，你先可降临，愿颂扬甲悲伤，让你归阮心中，愿全能去变上帝，你这里的家。愿恩望甲基隆，永远在阮心中。为这个土地完成新祈祷，愿主的旨意哪敢传递遍众，为这个社区，愿减卑困穷，愿做所我命，互阮国有地球，愿全能去的上帝，愿千苦降临，愿颂扬甲悲伤。让你开阮心中，愿全面的上帝，你旨意的家，愿恩望甲基督，永远在阮心中，愿全面的上帝，你先可降临。愿颂扬甲悲伤，让你开我心中。愿全能去变上帝，你旨意的家。愿恩望甲喜乐，永远在我心中。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伯记第1章第1节到12节。旧约圣经约伯记第1章第1节到12节。白话字圣经第562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撒旦试探约伯。乌斯地区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伊顺传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伊有7个囝，3个查某囝。
伊的财产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只驴母，阁有真侪仆人。伊是东方第一好业的。伊遐个囝常常轮流伫伊家己的厝办青草，嘛请伊3个姊妹做伙啉食。每一遍伊轮流办青草了，约伯就会找人叫伊着接近家己，透过早起来，叫伊的人数替伊献烧化祭。约伯照常安尼做，因为伊想讲，伊的囝可能有犯罪，亵渎上帝。有一日，上帝的正使者来伊上帝的面前，撒旦嘛做伙来。上主问撒旦：“你去倒位？”撒旦应上主：“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纯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撒旦应上主：“约伯敬畏上帝，兼无理由。你敢毋是有用篱笆甲伊围地，保护伊的家庭，甲伊所有的一切。伊所做的，你赐予伊，互伊的精生做较得算，袂得算。伊所有的，你亲手甲伊磕一个看卖呢？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上主对撒旦讲：“好，伊一切所有的，拢伫你的手头，毋过毋通伤害伊本身。”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这时要来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信心大考验。信心大考验。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万物在改变，独独你的慈爱、你的话语无改变。阮所有的检测随时就离开，一无所有。但是阮有你的同在，就是上好嘢。愿主你赐福，透过你的话帮助阮看见你要提醒阮的。互阮知圣经亲像一面镜，照阮家己，照阮的内心，照阮所行所做，甚至下伫主你的心意。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阮照安尼去行，会当得到帮助，真做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耶稣捌讲一句话，讲哦，伫恁伫世上有啥物？伫我有，所以苦难检测是真做咱的厝边，咱的朋友，随时临到伫咱中间，就伫咱无准备的时阵，伫你的生命有拄着这个苦难过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会哦。在座你捌拄着，敢互你足艰苦，还是讲你有所失去的？哇，举手一下。话拢无啥物代志的款吼，真好吼，甲你的边仔问讲，你好业无？你若真好业，爱注意哦。咱拄仔看即个约伯有偌济即个财产吼，连伊咱若好来算吼，你小可看者安尼吼。不过伫咱的生命中间，是毋是有拄着这个灾难过，还是拄着这个病痛，互你感觉真艰苦哦？捌伫痛苦的中间，咱常常拢一个问题叫做三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伫我的身上啊？明明都我有咧礼拜，有咧奉献，有真好来敬畏你上帝啊？为什么我有咧服侍，还拄着即款的艰难。咱常常咧拄着苦难时，讲上帝吼，甲我关啥？一扇门，搁来咧
为我开一个门窗，对无？咱常常会安尼讲，啊，迄个时阵咧讲即句话时阵是安怎？可能是你经过啊吼，但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可能你真歹伫遐讲。然后，当咱兄弟姊妹拄着苦难时阵，常常会听到兄弟姊妹另外甲回应讲哦，啊，这哦就是这个上帝啥物的祝福，化妆的祝福哦。啊，你讲即句的时阵，伊就愈起毛歹，啊是我咧艰苦，毋是你咧艰苦，是毋是？有当时啊，咱会讲一寡话，可能无帮助；有当时咱会亲像啥约伯。拄啊开始即三个朋友哦，足好陪伴偌久啊？7暝7日的哦，包括我可能无法度诶，对无？目前到目前安尼，兄弟姊妹你有法度无？咱通看伊这朋友实在是吼，真无简单哦。总是7暝7日过了后咧，哦，可能咱着爱细意咱所讲诶话。这苏布真是被称作讲道的王子啦，意思中伊作何讲道？伫1856年的时阵吼，1856年的秋天，伊教会拄啊好伫起礼拜堂哦，因为坐袂落啊，所以起一个礼拜堂好参像音乐厅咧哦，所以伫迄中间会通坐差不多2000个啦。这2000外人伫迄中间咧开始第一遍的好参像咱顶月10月当时30哦，伫33号2楼伫遐咧献堂的时阵，你知影伫献堂的进前哦，韩国的梨泰院发生啥？哦，互相伫遐立甲哦，有足侪人死安尼啦吼，所以伫咧开会时阵，刚刚就咧提醒牧师啊，咱咧爱注意啊，虽然有头前门后壁门，所以伫迄个正体场的中间，咱伫迄个中间有600外吼，伫遐做迄个组织的时阵爱注意哦，迄个，所以刚刚就因为这个诚做咱的境界吼，所以伫迄中间来安排好势吼。因这教会就是头一遍伫献堂要伫遮第一遍的聚会时阵吼。伫遐大家唱歌，结果外口有人毋知是咧这黑白创治安尼讲哦，迄个火烧厝啊，火烧厝啊。结果话者哦，你知影咱若听到火烧厝吼，咱有啥物反应？紧拖咧弄啊，对无？哦，不管你37、50、21啦，对讲大家就开始可能为遮撞啦吼，我会对撞，我对后壁。头前撞已经发生代志了，对无吼？大家来哭撞啊，客客吼，所以吼，迄边安尼，因为一个人安尼恶作剧安尼吼，撞死7个啊，2000外安尼钱吼，打30个重伤啦。所以，互伊感觉无法度接受，就是讲，为什么一场第一遍的礼拜应该是充满上帝同在、上帝荣耀？为什么？伫第一摆聚会就拄着即款的事实，所以真侪人就开始批评这牧师一定爱负责任嘛，安怎就开始甲批评啊，讲一个互伊安怎，伊想讲我安尼敢有法度搁继续服侍落啊？我敢有法度搁继续甲讲道啊？所以差不多3礼拜，伊无法度入去教会，伊无法度伫迄中间来聚会来讲道啊吼。真侪人就爱伊讲，你应该负起迄个责任嘛。主任牧师，你要负起即个责任嘛。所以伫迄段真黑暗的日子，伊的太太伫遮来安慰伊，来帮助伊，因靠着主的恩典，会通搁一边徛起来。后来伊倒转去到伫伊的讲台，倒转去到伫伊的服侍场所。所以最近咱咧看张文亮教授伫北医区的牧者进前咧读伊的册时阵，就有看见即段。过程，就是讲伫迄个，伊感觉伊人生上黑暗的时阵，伊无法度去面对的时阵，有主的恩典来扶持来帮助伊。最后伫迄个中间伊倒转去到伫即个讲台吼，伊伫遮讲为什么即场意外会发生啊？咱常常咧问为什么，对无？亲像咱拄着这个苦难，为什么？为什么我拄着这个感情？为什么我拄着这个死受？我拄着我失去伫我的财务顶面？
伊讲即句话哦，意外无关乎伫真理，上帝若无解说，我就点点无讲。有真济哦，等咱转去天顶，甲问上帝好毋好？你问我，有当时我嘛无法度互你回答。牧师啊，为虾米我拢毋知？总是咱做伙来祈祷吼，就是透过安尼，有当时啊加讲无利益。今仔咱看讲约伯伫一天啊，拄啊开始讲哇，伊是一个啥物款的人，啥物款的人哦，来。咱来看，拄啊你来安尼啊，庐山长老读过了，啊，你会记你讲伊财产偌济？7，啊来囝啦，先对囝，7个囝，3个查某囝，安尼几个？10个嘛吼，啊几只羊？7000只吼，啊搁来咧，3000只的骆驼，哦安尼就1万啊吼，啊搁来咧牛咧。500对哦，500对哦，啊干母啊叫做1000只吼，啊搁来咧，牛哦，迄个牛母啦吼 ，OK， 嘿，是真贴心咯，吼，啊所以伫这中间啊，对当时迄个党来讲，伊是首富啦吼，哦首富。所以伫迄中间，伊是一个，毋是干那好嘢尔，伊的信用搁好啊吼，所以上帝看做好嘛吼。总是这看做好，我拄啊讲啊好嘢时，咱搁较注意，因为啊，迄个撒旦的目孔车所以会甲上帝相输啊，所以约兵了是毋是咱啊，着爱好好啊祈祷啦吼。所以伫迄中间一天吼，念伊第一遍来哦发生啥物代志去互抢去，然后咧。剩我一个人来甲你报消息啦，对无？过来第二遍搁因为天灾，因为安怎互抢了呢？因为天灾所以你要看伊伫迄个中间咧常常咧献祭敬拜神，伊为着一件代志咧祈祷。为着伊这囝儿4岁伫遐咧办青草啦咧办主餐安尼轮流所以呢，定定拢会轮流主餐主餐了伊拢会为着因祈祷，讲互因无得罪上帝安尼啦。所以咱做一个大祷者，咱时时有为着咱的囝儿4岁祈祷，无着讲互因无。伫这个中间来得罪上帝安尼互因所行所做会当无互上帝伫遮来生气安尼所以咱有看伊讲，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人，但是为虾米伫一天啦，就一天拄啊咱所算的这个财产拢失去。咱遐这有捌经过这个财务的危机过？咱的兄弟姊妹可能有经过伫咱身躯顶面的病痛，拄当可能即摆你拄当咧面对迄款的苦难的挑战，上帝知，话我嘛知，话我毋知，总是只有你知，也是你的家庭人知。咱免我伫迄中间来面对，像约伯透过即物件，安怎伫遐提醒你我？当拄当着这苦难来的时阵咱知影讲上帝会摄你，拄一直咧祈祷，事后咧祈祷，讲迄个面顶面了，将上帝会定着。底上帝定着，甲我有啥物地带？也是有关系着我真要紧的代志也无。所以咱透过伊的失去。甲看到尾咱有速度过对无？咱有真紧看过，搁倒转来安尼好好斟酌看。咱要伫遐了解讲，约伯记内底咧讲3项重点：上帝主权、上帝公义、上帝智慧。当你若咧看这篇约伯记的时阵，你会通对这3方面来看。今日咱一开始，咱要来看。甲伊甲3个朋友伫讲话过程中间，点拢无啥物代志，总是一开喙的时阵就安怎，就开始哇，开始我心肝都艰苦我拄着这个艰苦都无爽快你搁开讲是毋是因为你？所以因为你的罪安怎，所以咱要对安尼来思考有2项代志。我今日即马拄着这困难的时阵是啥物原因？是。第二念面咱来看，第二咱要看讲，伫这个苦难中先，你
你有法度相信讲是因为上帝伊的好的意思，还是伊的智慧、伊的掌管啊无？哦，今日咱要透过这两方面来看吼。当吼，这个苦难哦，伫迄中间来安怎哦，来弄你的门吼，来撞入去伫你的厝内底吼。意思就是讲传口门的意思，讲吼，你无准备的时阵啊，你无准备的时阵，这患难、这困苦就来的时阵，你有法度去面对啊无？你若讲哦，即摆哦迄个对方定定要甲咱拍，要甲咱迄个对无恐吓，咱就开始安怎？开始准备啊！你知影咱总科院真牛，你知？一年做偌济飞弹啊？哦，咱伫世界真济国家要甲咱买飞弹，你知无？哦，咱就爱准备啊！即摆最近咧讲啥？有遐外国的学者，有外国的者会讲啊，恁全面都爱学啥？举枪哦，阮有做过兵，阮知影会晓用啊。话啊，你枪互你，你敢毋知要安怎拍对无？毋知是变过还是安怎？所以咱就爱随时爱准备好势对无？当迄个试验来临，当迄个考验来临的时阵，咱要安怎伫迄个中间去面对哦？所以当查拉袂甲伊讲我阴暗半暝2点要来恁兜遐，你着准备好，现金传好，迄个珠宝传好，等我去。无啦，无安尼甲你讲啦可能嘛好亲像安尼突然就来临啊！你可能无注意时，你就失去啊一无所有伫财富上，伫健康的顶面所以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来探讨讲，对约伯的受难受苦，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你互这个病临到伫我？为什么？所以咱要来看对约伯内底伊的心情来看讲，来，咱做读者会知影为什么对无？为什么有拄着即款的苦难？为什么？啥物人会当阿讲？伫天顶有一张啥？下顶到底有读啊无啦？天顶有一张啥？烧书啦，对无？上帝讲：恁有看到我的奴仆约伯啊无？伊是一位啥物款的人？完全正直敬畏，敬畏上帝，对无？无离开歹事嘛？这嘛咧检量，咱有安尼无？第二，你伫地面上热烧热烧，你有看到我的迄个奴仆无？表示讲上帝拢随时咧看咱，对无？第二，魔鬼撒旦嘛伫安怎看咱？所以彼得前书5章第8节讲啥？迄魔鬼好亲像好狮伫地面上行来行去，好要找找啥通吞食的所以伫这中间伊遍地游行，种世界咧热烧，所以上帝伫第1章、第2章讲你伫地面上安尼热烧走来走去有看到啥物无？有看到我的奴仆无？有看到上帝长老无？有看到啥物人无？可能是安尼在提醒咱。好来，所以这场的一个试验，到底是啥物款的引端，啥物款的原因啊？我原来是我信心好有代志。那呢？你会选择讲上帝莫安尼，我宁可我莫遐热心，敢是安尼？无啦所以伫迄中间，咱拢毋知影约伯毋知影这个剧本，总是咱对咱的读者来看，好亲像这物件在提醒我。当我信心勇的时阵，拄着苦难的时阵，都互我提醒讲，有2项，第一项可能是因为啥？我信心，所以对迄个魔鬼撒旦来，上帝永远伫遐来试验我的信心。所以咱讲信心亲像黄金安怎落火炉，哪炼哪纯金哪纯钻，对无？所以伫咱的生命内底，可能第一个，你目前拄着苦难是即项；第二，咱会通对，就是讲圣经，也是讲伫伊的朋友以后在对伊的对话中间有讲，你就是因为你的罪，所以拄着这个苦难。所以咱目前会通对这2方面来检验来看，你拄着的这个困难的时阵，第一个
是因为我家己的问题；第二，也是因为撒旦上帝佮讹了我，知我的信心好，所以永远互即位撒旦控告者。撒旦的名叫做敌对者，对敌，也是讲伊定目孔赤，所以咱定咧讲目孔赤，也是讲对敌的时阵，咱就爱设计讲，咱是毋是徛甲撒旦同边？所以这个提醒啊，咱咧讲的话，咱所咧行所做，若是定定啊徛伫，互人感觉讲是迄个对敌，也是讲伫欺欺人，伫毁灭人的时阵，咱就爱常常爱提醒咱家己啊，包括我本身，就讲咱是毋是甲魔鬼撒旦徛做伙，还是甲上帝徛做伙？所以上帝永远魔鬼撒旦好，你对我的奴仆伫迄中间来试验啊！若是你的，若是你会感觉安怎？上帝卖啦！要敬你嘛去敬，上会长的信心较好，好这长老先对长老开始好无？牧师长老开始莫对我啦！我讲撒旦无咧管你啦，伊若有空芳，伊就去啊，伊若设定好，伊就讲啊。所以伫迄中间表示讲，伊随时伫上。会通互伊吞食袂，所以安尼，咱就在提醒咱家己爱注意所以伫迄中间，即场的小事有当时来讲，上帝啊，甲我有啥物地在啊？无代无志，哪会惊着我你若落土，我惊着毋嘛好，你惊着我所以互撒旦落土，也是你落土。所以这头一个就是咧提醒，即个小事。带来互咱伫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咱真正爱提醒咱家己。第二，咱来看讲，即个苦难来带互人失去啥物，也是冲击你，就讲心灵咱全人包括咱外在的一个齐全头一个伊对啥？对啥甲体？头一遍叫人来18人，迄个。来甲抢啥？所以你有感觉有当时咱伫面对苦难时，头一个对你的啥？可能对你的经济、对你的财务开始对付互你好无简单，拍拼，日啊拼，暝啊拼，拼到安怎？因为一边的投资，因为一边啥都无去种防诈骗无去对无？有真侪人是安尼，所以对伊的外在财务经济，第二咧，对伊的啥？对伊的亲人啦，这7个囝，3个查某囝，10个呢，无你嘛留一个对无？一场的这个可能风暴来这风台来就安怎去了所以咱看第一遍的试验，对两遍的天灾、两遍的人祸，直接造成伊所有的财产伫遐拢失去。对伊咧欢喜快乐心好所以约伯就伫迄中间定定起这段为因祈祷，就是安尼有当时忽然这灾难就会临到伫因中间第二遍的试验安怎？这个撒旦哥无放伊煞，你知哎呀，我讲，即马拢是外在对，拢是伊身边的即边互我，即边互我。第二章就开始讲，即边互我对伊的身躯甲落，甲牵落安尼，试看觅，伊一定安怎？一定会离开你。所以就互伊身躯生啥？毒疮啦，生毒疮所以咱做下读来，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攻击约伯，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有够夭寿呀！对骹底，你知影骹底过去有一个这牧师娘伊就是互伊对对骹底生一个
迄个黑色素瘤，迄是大概第二毒的皮肤癌，第二毒的吼。啊，落尾嘛，因为安尼慢慢拖过身去安尼吼。所以了讲，魔鬼撒旦来，互人伫迄个病痛的中间吼，真恶的承受。所以这是第二次的试验，对外在哦。所以苦难来，咱会思想，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安怎？上帝，你保护我，互我手所趁的吼。因为上帝应允讲哦，你若敬畏伊吼，互你保护你吼，互你手所做会通得到，食你所落落得到的吼，佮保护咱的身心灵。所以这个以弗所第6章迄个全副的证据，咱会记常常着保护咱。救恩做头盔，公义做护心镜，真理做腰带，脚穿平安的福音做信心做盾牌，搁来咧。上帝话就是圣神的宝剑，所以当你穿全副的证甲，会通互遮会看无，因为约别看无啦。迄是咱看圣经甲看有呢，对无？伫你的人生的剧本，你敢看有？伫双飞记内底，你敢看有？可能毋知，伫碰记，伫啥物记，对无？你家己本身的即个生命的过程中间，可能你毋知呢。但是咱会通知方便的，就是讲随时准备好势，互上帝保护伫咱中间吼。第三，咱看讲对遮的财产，对伊身边的亲人，伫遐一个啦，摕去到伫本身冲击伊家己的，这是为人迄个。创伤症候群吼，就是讲你拄着这个灾难、这个苦难的时阵吼，对到伫心灵底下影响，做有迄个创伤吼，你拄着迄个创伤了后，你伤害了后，突然有当时啊，就压开，有当时啊，就有迄款的影响吼，所以魔鬼撒旦来，就是要影响咱的心灵啊，吼。互咱所以咱咧做灵命更新，今仔咱为着灵命更新咧祈祷，迄个内在医治的服侍祈祷，就是伫帮助咱安怎恢复迄个心灵的齐全。这个就是耶稣来嘛是要恢复咱甲上帝关系。所以第三，咱有看伊讲啥？哇，身边的上帝甲留伊某当时到底是好啊歹啊？伫迄中间咧挑战。伊甲上帝关系，咱做来读看觅来。伊的某对伊讲啥？你腰底持守你的正直哦，着救助上帝去死的，去死的啦！有安尼足惨的，你知无吼？伫迄上清君的当然，咱有真侪人会去陪伴伊的太太，对无？但是如果咱若徛伫，你有失去过，你有。同理着，你有理解着伊的太太的心情无？我生10个心肝头迄块肉，一个，毋是一个，一下就压起去，你赞会掉袂？所以有的学者会开始，哇！你这个安怎？总是如果咱若好伫遐来看，咱会去理解。如果你若捌失去，你会去理解讲。那安尼白头毛的送啥？乌头毛的，所以莫怪伊会讲，你即摆到要信上帝啊？现代中文原本讲你要持守你的忠诚无？忠诚，你还阁伫咧持守你的正直吗？你拢无要骂上帝吗？我知影有的兄弟姊妹拄着困难的时阵，有当时会埋怨出来。上帝容允你有即款的过程，但是毋通继续，你要去了解讲上帝伫你的生命主权哦。所以伫遮咱有看用伫伊的困境内底，甲对照咱伫咱即马咱所拄着安尼，你会开始埋怨上帝为啥物要安尼？一个一个来。像我咧照顾我的老母共款，这一边感情就好啊，哪会阁第二个来啦？第二个好啊，哪会阁尾仔阁互伊复活，阁互伊发开安尼啊？感谢主，我是个人讲为虾米？我只有问为虾米？我无骂上帝吼，无骂上帝。总是伊的太太讲，
啊，你死死就好啦，吼！啊，你也无要骂上帝，啊，所以这就是咧考验吼。当你上亲近的人对你安尼讲的时候，是毋是去影响到你甲上帝的关系啊？哦，这是咱拄着可能伫古早伫圣经的世界啊，咱也是讲，即马你拄着伫财务伫逐方面的苦难啊无，那安尼你边仔人会安怎？啊，你信上帝，你信安怎？咱看苦难记啊，像这约伯记了，咱就知影讲哦，原来上帝有伊的拍算，有伊的旨意哦。头一个就是讲，咱来看讲，咱是毋是会当亲像即个约伯伫迄中间完全正直哦咱过来念一遍来。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其实咧检验咱哦。因为有上帝保护伫，所以互伊的性命无失去啊。后来咱知影后来上帝会阁赐福伊嘛吼。所以伫即中间嘛是检验你我的信仰，咱有亲像约伯安尼，无嘛学伊20%、20%安尼吼，还是1/5。伫迄中间有敬畏无？因为圣经讲若敬畏上帝，无论大小，上帝要安怎赐福伊啦？吼，要赐福。所以伫迄中间，咱看第一个，咱看约伯吼。伊虽然毋知影讲有即个剧本，有伫天顶有即场的烧书，但是伊一直伫迄中间来持守伊的信仰。伫伊的太太伫迄个讲的中间，伊讲啥？来，咱搁倒转来讲啥？哦，念伊咱会看啦吼。就是咱对伊的身躯的中间，悠然会通伫遐来承认上帝伫迄个苦难中间的掌管嘛。伊讲一句话吼，真经典啦吼，来做伙来读来。我脱体出母胎，嘛会脱体倒去。上主手术，上主退去，愿上主的名受者。真实的即句话，定拢是咱面对着啥物个别性的时阵，咱拢会常常用即句啦吼。我毋知影你捌伫迄拄当伫迄艰难的中间，伫迄个过程中间，人甲你讲即句的时，你有法度接受无？我都当咧哀伤，我敢听会落？所以检测有当时，咱就学迄个三个朋友，伫迄个7讲7暝中间，点就好，点去陪伴。总是加讲话了吼，后壁就出代志啊！伫迄个苦难中间，咱看约伯犹原会通伫遐选择啥？因某伫甲讲你死死好啦。因某咧讲啥？你毋爱骂上帝，伊伫遐反倒当承认上帝的主权，讲遮个包括伊的财产，包括伊的遮个囝儿查某囝，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敢毋是？所以伫迄中间，咱看伊犹原伫遐会通学了敬拜我想着保罗甲西拉伫迄互拍。无代无志互拍互关伊又阁会通伫遐来学了上帝吼。所以这嘛是伫迄中间，你会通学习的，就是伫迄个苦难，当你听到消息，你犹原会通伫遮学了上帝阿爸。虽然无爽快，虽然会拄着即款的困难，你有法度，搁讲上帝啊，遮主权所有的，伊感觉到家己是一个管理者，对无？上帝好个，无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出世前有炸啥物来无？无啊，无人炸啥物物件。等于有法度炸啥物物件无？无。所以约伯讲一个真要紧的事实，就是来空空去嘛，空空。总是咱能大的就是上帝互咱即个救恩嘛，对无？所以第三，咱看面对苦难时阵，即个忠诚啊，种即个完全正直是互咱会通去面对着即款的困难困苦，一个真要紧的会溃力帮助咱，会通伫迄个无准备时阵对一无所欠，就讲一无所缺啦，就你完全无欠过到安怎一无所有。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你若无安尼无即物件，你行袂落，你听袂落。所以伫迄拄当迄个时阵，做
牧师中介嘛，有当时爱有智慧去讲这智慧的话，也是讲安慰的话，也是讲为安怎伫迄中间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伫这苦难的来临的时阵，咱是毋是搁再提醒咱像约伯伊会通伫遐持守，所以到后壁迄款的无共款的结果啦吼。所以今仔日咱是毋是会通伫迄个地方面对吼？所以第一章只是一个开始，嘛伫看。对安尼来看，你我即马所拄着你的态度，你对上帝是毋是亲像即个约伯的太太迄款的情绪，还是你犹原伫你的信仰，你犹原会通看到约伯伊迄款的正直，也是讲忠诚对上帝倚靠。一连串的灾难，毋是干那是圣经的中间，伫咱的身躯，我看伫咱当中一直在伫迄中间重复咧面对着身躯的病痛。咱来看即个富奇山即位姊妹，伊一岁的囡仔细汉就拄着得着迄个肺癌啦、白血病啦，经过到三年外即款的治疗伫迄个过程中间，伊生第二胎了后时阵，伊发现讲，伊迄个卵巢嘛有问题，卵巢啦所以本来是讲看是毋是卵巢伫遐囊肿结果后来发现讲是癌症。哇！人讲屋漏偏逢连夜雨，人若咧衰种卜佫会生菜粿也佫袂歹对无所以意思就是讲，哪会遐衰有当时感觉哪会衰伊了无偌久，伊的先生安怎？肺腺癌，哇！哪会安尼所以伊有一段时间感觉讲，上帝，你敢是真正公义的上帝？安尼无哪有反拄着安尼啦？原来伫圣经所写，毋是干那是圣经的世界。今仔咱听讲到就是讲，跳落来伫咱的生活中间，实际有即款的面对伊安怎伫遐靠主伫遮来赢过伫遮搁再徛开，会当学落咱来看即段影片。各位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好，我叫傅启山，在台湾国际基督教会的姐妹，有2个小孩。大女儿呢，在2017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是白血病。这段过程我们治疗了将近3年。知道女儿生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挑战，真正感觉到心脏在痛的那一种难受，没有盼望，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因为太恐惧了，太害怕了，神不再爱你了，神也不再眷顾你了，非常无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段经文不断的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虽然非常微小的事，可是就好像放在心里面的种子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去回想也是如此。其实神在我软弱、难过、痛苦的时候，神依旧都在。那也很感谢神，真的带领我们走过许多的不容易的处境。经历挑战的时候是孤单的，就像耶稣一样，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与耶稣一起受苦。而这些事过后，我相信你所得到的会远远比现在想到的更多。很想对你们说，神都晓得，他还在掌权着，他知道你的难过、你的痛，但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他的爱也不会停止。很想用一段彼得前书的经文彼此鼓励，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样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
珍贵。感谢主会通伫迄个苦难经过中间，也是伫迄个过程，伊会通伫迄部落格写出，就用伊安怎甲苦难伫迄中间来交托互上帝，互上帝伫遮来使用。今仔透过安尼，伊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今仔日我透过你所面对的苦难，你是甲了解讲，原来是对咱信心的一个考验，魔鬼撒旦检测的目光车，也是讲伫质疑上帝对咱的迄款的看法、肯定。今仔嘛伫提醒你我，今仔上帝的主权甲智慧，咱学伫测度，总是咱是毋是相信上帝伫我生命中的主权，然后我嘛愿意顺服，互上帝来继续引带我未来，我以后的即款的路程，我的生命。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来宣告讲：主上帝，你是我的上帝哦！伫对敌咧攻击我的人，伫这苦难来临的时阵，我犹原伫迄中间来仰望你，来倚靠你。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我要时常学罗你的名。你是我的顶摆，是我的眼光，都是予我头也管的主。虽然对着话来攻击我，对你行情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的心。耶和华你是，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罗你的名，咱来宣告讲：你是我的顶摆，是我的眼光，更是予我头也管的主。虽然对着话来攻击我，你的行情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对称。虽然对着话来攻击我，你的行情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我完全的心。搁一遍来宣告来。虽然对着话来攻击我，你的行情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的心。同心来祈祷。伊玛瑞你甲人三甲同在主，担当阮的罪过甲烦恼的主，真正阮有大大福气，因为万事拢通对你讨。你知阮所拄着的苦难，你知在阮心内的郁卒甲艰苦，你知阮拍拼所得到的检测，有当时失去。你知阮的亲人会离别，互阮无法度去透望。
总是透过今日嘅圣经提醒阮，阮知上帝你伫阮生命的主权，阮相信有你的业力甲你的智慧，阮只有恳求你，用你的慈爱、怜悯、你的公义、信息来引带阮的生命，引带阮的人生。阮学习约伯伫迄个苦难中间的吞忍，听候上帝你问伊的时阵，虽然伊无法度回答，总是伊有缘会通直接来懊恼称颂主上帝你。真无简单，伫阮面对苦难时，阮伊有法度会通直接来懊恼。连即款的懊恼的困难嘛，是上帝你所予阮的。阮只有恳求你，互阮伫迄个苦难中来临的时阵，无埋怨，无骂上帝，互阮会通对今仔日所领受的，知影伫阮的生命中间，你有缘用阮，你有缘伫迄中间来保护阮。当阮学得担当，当阮强要担袂起这个担的时阵，主啊，求你来帮助，替阮的兄弟姊妹来担当。除了你的话语，存记伫阮的心内，诚做阮的快乐，诚做阮的帮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天父上帝，我要为着会当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三角来聚集，献上感谢。感谢主无时无刻来看顾阮每一位的兄弟姊妹。虽然阮的人生中会拄着大大小小的困难，主你有缘会伫阮的身边看顾阮、保守阮，互阮拢会当度过每一摆的苦难。主，你值得阮来甲你学乐甲感谢。主啊，我嘛要学着约伯的精神，伫苦难中有缘坚持着信靠着主，继续跟对主的脚步。阮搁一摆会来献上感谢。主啊，阮即摆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报告。咱中间毋知来有头一遍，咱中间做来礼拜苦啉做兄弟夫妇伫咱中间来欢迎一下边仔的兄弟
来代表教会甲因欢迎啊吼，来请坐请坐。啊个洛奇姐妹吼，洛奇姊妹，伫伫遐吼，咱个欢迎欢迎请坐吼。啊个无，好啦，无阁有其他的新来兄弟吼，恁头一遍来愿上帝祝福伫恁中间吼。咱来看周报消息。咱5月7日要举行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然后要洗礼伫4月23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中昼1点吼，伫数控日会召开409处的中执会，请咱的中执同工来参加吼，若真无法度参加的，牧师来请假。咱后礼拜后礼拜就是迄个受难周的开始，咱嘛举行清明追思礼拜吼。然后要追思咱亲人吼，过往的亲人，你会通伫楼骹来填即个追思卡吼。受到今仔日吼，咱来看即你过去若捌填过吼，就毋捌填毋免填吼，伫第6页到第7页吼。咱伫后疫情时代来临的时阵，咱嘛需要不断有遮个无大量的遮个即个交代同工来接待吼。你知影即个接待足要紧无？交代足要紧无？为什么要紧？迄若一爬起来看到你是苦过面7:25分吼，伊就讲哇，即间教会是安怎遐尔艰苦安尼吼。你若看到你是碰过面的10:10分，伊讲哇，来真甲你的热情交代安尼请安伊会感觉讲来可能比牧师的讲道较好你知无？所以第一关来最要紧所以咱通期待咱做伙来参加，至少你有一项的服侍有意愿的，无论讲你年纪，我都年纪大，拢会当做会当伫遮来做阮长老甲中义长老来报名咱今仔日嘛有即个医疗咨询去到伫市图书馆遐咧做迄个医疗的咨询咱若讲要声音更较好诶咱的执事有开即个嘉南校，这毋是，迄个鸡卵糕这过偌济时阵可能咱今年的过偌济迄个可能买无卵啦所以咱有心理准备啦不过囡仔因会用这鸡卵糕，所以一老到时会真芳因会用无共款的这创意，所以伫这后疫情时代来咱爱有想法，爱有改变啦所以咱的孙囡仔，咱也有会通邀请因好，4月开始，咱的儿童一寡遮聚会地点的调整咱毋望因为遮伫遮的管理会较好势，所有囡仔有安全的设备未来嘛拜托是总务部伫遮甲因改善因所爱的即个聚会场所好，咱伫4月初2到初8虽然有连假啦但是低调一点安尼好无虽然年假，但是咱这受难周不宜安尼伫中间车花宴乐啦那伫这中间咱有法准备伫迄个禁止祈祷表伫咧中间，你若伫你拄着这困难大的重担的时阵咱有伫外口你借着这个禁止祈祷伫遮来寻求上帝咱拄读艺术贴记读了对无？爱拄着会死的即个危机的时阵，伊做一件代志爱记袂？伊就吩咐遐个即个苏三城的人为伊安怎禁止3暝3日即个伫遮祈祷所以咱嘛会通伫迄中间三体祈祷。所以伫外口遐有即个祈祷表，你会通家己去填，看要堆一顿啦
无下午茶，无宵夜迄顿吼，敢若3顿安尼吼。后咱嘉南好声音吼，嘉南好声音第4期要开始啊！你若要搁较好听的声音来学乐上帝吼，来报名参加。咱欢喜吼，这个拜六吼，这个拜六，这是真的吼，4月1号吼是真的吼。人讲这愚人节吼。甲你边仔讲是真诶啦吼，2点半伫咱诶这个所在吼，为着伟姐甲展平吼，因要建立一个新诶家庭，一个结婚诶礼拜吼，咱甲咱诶2位长老吼，因个家庭嘛恭喜啦吼，咱诶李介成长老吼，咱诶迄个田翠怡长老吼，伊伫外口咧服侍吼。好咱会通伫即个4月7日2点半1到2点半来甲因参加吼。咱拜五我有甲迄个主任干事甲一位长老瑞万丽参加即个礼望姊妹的老母吼，郑银姊妹蒙主文条伫遐个别礼拜，愿出来安慰吼，会通伫6年前吼安尼来。洗礼吼，这无简单吼，因为家族嘛，抑阁有侪遮无信的吼，咱为着因家族来祈祷。嘛为着秀恩这老爸啦吼，这享受99岁吼，第3月2这别逝啦吼，因为无信吼，咱也继续为着因这家族来祈祷。特别嘛为着秀恩姊妹吼，伊家己身躯这病痛艰难吼。拄着这亲人的死节愿出来安慰夫妻吼。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上主对撒旦讲：好，一切所有的拢伫你的手头，毋过毋通伤害着伊本身。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约伯记1章12节，搁一遍。上主对撒旦讲：好，一切所有的拢伫你的手头，毋过毋通伤害着伊本身。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约伯记1章12节。咱做伙来吟散会诗圣诗394首，即时。礼拜特别煞，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由牧师来祝祷。一时礼拜特别煞，爱加吟诗通诗线，心肝常常3到尾，毋忘后记搁自话。那日所做着世事，逐项照主所教示，事拢讲上照我道，才当万主保护。嫌财有些受艰苦，吞论我可主照顾。叫天白是有位，得着真大安慰。经过7年那艰苦，亲像金那回落，世间艰苦无失去，天堂安乐永福气。当现代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赢过死亡的关系规律，保护伫恁的身边。愿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主爱，亲像盾牌，相助伫恁的中间，围围伫恁的中间，固守恁，互恁出恁入，拢有主的平安。愿主圣神也相通充满，互恁会通感受上帝伫苦难中间悠然同在，
无论伫什物款的境遇，引带恁伫上帝恩典，会通继续跑走伫所享受恩典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请坐，请咱默祷。咱的礼拜就到这完上帝恩典甲咱三同在，彼此来请安。